继续来到南投的民间乡，这个10号道路的新建工程，甲50号道路的拓宽工程，今仔日来举办着通车的典礼。这个路名就号做民众街。通车以后，这个交通更加安全，更加利便。 民间乡10号道路第2期新建工程，阁有50号道路拓宽工程，伫最近都完工，而且嘛选伫今仔日办理通车典礼。我们也协助地方政府这边来争取经费。乡亲一直伫讲，就是讲差一段会当赶紧过来争取经费来完成无？这个对我们整个的安全品质都有很好的提升。 经过在地乡亲投票了后，甲这条路号名做民众街，未来对中正、中山、落水、新民，阁有南雅村的交通更较利便，嘛当互学生囡仔上下课免阁经过车流量较大的中南路嘛，更较安全。小朋友要上课的话，他就能避过我们藏南路繁杂的交通以后这里有一条非常安全非常舒适的一个道路，这条开通是一家嘛感谢到咱的乡长啦咱的县长按努力之下来完成未来县府嘛会继续结合南投县的立委，争取更加侪经费来改善南投县的交通问题。